眼盲、心盲。胎生瞎子復明之後，鄰居問佢：你的眼睛究竟是怎樣開的呢？他答覆說：名叫耶穌的那個人和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給我說：你往史羅亞去洗洗吧。我去了，洗了，就看見了。呢啲街坊之後帶咗瞎子去到法利賽人嗰度，於是法利賽人又詰問他怎樣看見了。那人就向他們說：他把泥放在我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見了。面對官方嘅盤問，瞎子重複先前嘅答案，只係簡略咗一啲。於是他們又問瞎子說：對於那開了你眼睛的人，你說什麼呢？瞎子說：他是一位先知。先前瞎子對街坊講，醫好佢嘅人係名叫耶穌的那人。而家喺法利賽人追問下，佢肯定咁講，他是一位先知，因為佢親身領受過耶穌非凡嘅救贖大能。舊約入邊，厄里亞同埋厄里叟呢兩位先知行過治病嘅奇蹟，可能呢位瞎子亦都覺得發生喺佢身上邊嘅奇蹟十分相似昔日厄里叟命令拉病人納亞曼去到約旦河清洗嘅奇蹟，因此佢稱耶穌為一位先知。法利賽人起初冇質疑奇蹟嘅發生，只係詬病耶穌唔守安息日。法利賽人中有的說：這人不是從天主來的，因為他不遵守安息日。有的卻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奇蹟？他們中間便發生了紛爭。但係聽咗瞎子嘅答覆之後，佢哋開始否定奇蹟嘅出現，質疑瞎子係咪一出世就係盲嘅。可是猶太人不肯相信他先是瞎子，而後看見了。等到叫了復明者的父母來問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兒子麼？你們說他生來就瞎麼？怎麼他現在竟看見了呢？他的父母答覆說：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的兒子，也生來就瞎。如今他究竟怎麼看見了，我們卻不知道。或者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也不知道。你們問他吧，他已經成年，會說自己的事了。瞎子嘅父母只係想置身事外，不過佢哋嘅說話證實咗奇蹟嘅發生。於是猶太人再次盤問瞎子嘅時候，唔再集中於佢復明嘅奇蹟，而係要抹黑耶穌。歸光榮於天主吧，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那人回答說：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曾是個瞎子，現在我卻看見了。直到依家，胎生瞎子都只係堅持講出發生喺佢身上邊嘅事實。佢曾是個瞎子，現在卻看見了。法利賽人卻對瞎子嘅復明嘅事實視而不見，銳意針對耶穌。我們知道天主曾給梅瑟說過話，至於這人，我們不知道他是從哪裏來的。胎生瞎子因為親身經驗過耶穌喺佢身上顯示嘅大能，所以有勇氣去講真話，更作出正確嘅推論。那人回答說：這真奇怪，你們不知道他是從哪裏來的，他卻開了我的眼睛。我們都曉得天主不俯聽罪人，只俯聽那恭敬天主並承行他旨意的人。自古以來，從未聽說有人開了生來就是瞎子的眼睛。這人若不是由天主來的，他什麼也不能做。言下之意，耶穌係個恭敬天主並承行他旨意的人，由天主來的。
法利賽人接受唔到，就污蔑證人，草草結束盤問。你整個生於罪惡中，竟來教訓我們，便把他趕出去了。我哋睇到胎生瞎子唔單止獲得肉眼嘅視力，更一步一步咁樣開放咗心目。不過佢最後都要領受耶穌親身嘅啟示。